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仲有幾日咧就聖誕節啦，我喺度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我估計股災咧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最近我發現觸及呢個股災咧，源於呢個人工智慧將喺2026年爆破喎。大行對2026年黃金版嘅預測咧非常保守，並且有機構咧極之唔睇好白銀。當然啦，我唔認同呢啲大行嘅預測嘅。究竟我預測係點樣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美國聯儲局議息過後呢，關鍵嘅11月就業報告終於出爐。呢份報告傳遞出嚟嘅信息呢，喜憂參半。根據美國勞工部禮拜二公佈嘅數據，11月美國非農就業人數增長64,000個，高於之前預期嘅5萬個。失業率小幅上升至 4.6%， 為2021年9月以嚟呢最高嘅水平。美國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 2.7%， 低於市場嘅預期，使投資人樂觀認為通脹壓力可能已經下降，能使聯儲局未來推出超出華爾街預估寬鬆嘅政策，剔除食品同埋能源等價格波動項目，年增率為 2.6%， 亦都低於市場預估嘅 3%。截至12月20號各項指數嘅印記，道指報 48,134 點，標指報6,829點，納指報23,285點，黃金報4,340美元，白銀報 67.25 美元，鉑金報1,984美元，美匯指數報 98.69。美國股市禮拜五結束近期嘅連跌，由於通脹有降溫嘅跡象，同埋人工智慧擔憂減弱，提振咗華爾街喺動盪一週尾聲嘅樂觀情緒，試圖迎嚟聖誕節上升嘅行程。今日我要同大家睇下人工智慧 AI 係一個泡沫啦，係一個賭局，還係一個騙局呢？人工智慧嘅大賭博係指企業同埋政府出於對未來巨額回報嘅預期，對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咧同埋研發進行大規模嘅投資，但同時咧也伴隨着巨大嘅財務、環境同埋社會嘅風險。咁賭博嘅核心係咪呢個人工智慧嘅泡沫呢？首先，估值過高，而且高度集中，少數幾家嘅科技巨頭，即所謂7巨頭，就係 Alphabet、Amazon、Apple、Microsoft、Nvidia 同埋 Tesla。佔據咗近期股市漲幅絕大部分喎，呢個令人想起過去嘅市場狂熱，領先嘅人工智慧晶片製造商 Nvidia 嘅市值一度達到5兆美元之後咧，出現一啲波動。第二，巨額嘅債務融資，同主要依靠呢個股權融資嘅互聯網泡沫破滅不同，人工智慧公司正背負着數千億美元嘅債務喎，用於建設昂貴嘅基礎設施。如呢個數據中心，摩根士丹利預測到2028年呢筆賭債嘅規模咧，可達到1.5兆美元。令人擔心就係，如果呢啲槓桿貸款出現違約咧，其影響可能蔓延到整個金融體系，並引發嚴重嘅經濟衰退。第三，獲利前景嘅堪憂喎，好多公司喺人工智慧領域咧投入數十億美元，卻尚未睇到可衡量嘅投資回報喎。一啲報告顯示，相當一部分使用人工智慧企業並未感受到獲利嘅顯著提升，就孤注一擲。企業實際採用人工智慧嘅比例咧，可能正在下降添。第四，專家嘅警告，包括 Michael Burry， 佢因為成功預測2008年房地產崩盤而聞名嘅。佢同埋好多人工智慧巨頭進行咗大量沽空 Nvidia 同埋 Palantir。理由係出現典型嘅泡沫跡象，加劇咗人們對泡沫即將破裂嘅擔憂。經濟學家指出，
呢次嘅繁榮展現出幾個典型泡沫同埋賭博嘅特徵，例如投機狂熱同埋強而有力、包羅萬有嘅虛假敘事。跟住呢，就睇下呢啲人工智慧喺商業領域嘅10大應用。第一，客戶服務聊天機械人。優秀嘅 AI 聊天機械人利用先進自然嘅語言處理 NLP 技術嚟答解客戶諮詢內容創作同埋研究。第二，內容嘅創作同埋研究。美國成年人表示，佢哋幾乎每日一次或者多次同呢個人工智慧互動嘅。呢個清楚表明，好似 ChatGPT、Gemini 同埋呢個 Claude 呢啲深度學習工具，正在重塑人們嘅工作、學習同埋創造嘅方式。第三，庫存嘅管理，透過利用機器學習同埋神經網絡分析歷史銷售嘅數據、季節性嘅趨勢啦、供應商嘅關係以及天氣同埋市場趨勢等外部嘅因素。第四，產品推薦，企業主導正轉向人工智慧，利用機械人學習模式分析客戶行為、購買歷史同埋瀏覽模式，然後喺購買旅程嘅關鍵時刻提供個人化產品嘅推薦。第五，欺詐嘅偵測，人工智慧驅動嘅欺詐偵測系統，透過分析交易模式、使用者行為同埋多種資料來源，即時偵測詐騙或可疑嘅活動。第六，行銷預測嘅分析，採用基於客戶數據分析嘅預測性策略。預測性人工智慧系統可以預測客戶終身價值、預測客戶流失嘅風險，並確定行銷活動最佳時間同埋管道。第七，供應鏈嘅優化，人工智慧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優化供應鏈嘅管理。第八，自動化啦，電腦視覺同埋機械學習技術能夠實現自動化品質控制系統，其識別缺陷、不一致或其他問題嘅能力遠超人工檢測品質控制。第九，價格嘅優化，根據競爭對手嘅價格、需求模式、庫存水準、市場狀況，提供最佳定價嘅策略。第十，人工資源同埋招聘，人工智慧喺人力資源領域嘅應用呢，可以簡化招募流程，分析員工嘅情緒，並預測不斷發展嘅電子商務企業嘅人員配備同埋需求。其實呢，我發覺由於海量嘅資料同埋更快嘅 GPU 運行呢，人工智慧只係優化搜尋軟件嘅2.0，各分析都係用指定嘅樣板填寫嘅，好多功能呢同以往企業軟件運作係相同嘅，只係新瓶舊酒嘅騙局。以往搜尋軟件呢係靠用家觀看廣告而獲得收入嘅，現時人工智慧嘅收入呢主要係靠收取用家嘅費用。目前人工智慧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當大多數人了解人工智慧後呢，我相信人工智慧熱潮呢將會消退嘅。咁經濟活動咧，亦都會急劇放緩噶啦。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咧你俾我支持喎。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咧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跟住咧就睇下泡沫爆破潛在嘅危機。第一係技術嘅挑戰。一啲研究員警告話，人工智慧模型如果使用越嚟越多嘅人工智慧生成嘅數據進行訓練呢，呢個就會出現模型嘅崩潰，導致模型出現不可逆轉嘅缺陷，並忘記現實。呢個可能會阻礙技術進步，並使當前嘅投資貶值。第二，巨大財富嘅損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Gitta 引述嘅估計，經濟崩潰可能導致美國家庭損失超過20兆美元嘅財富，外國投資者損失超過15兆美元嘅財富添。第三，經濟動盪，金融同埋經濟動盪可能波及全球，導致潛在裁員同埋股市崩盤。
人們對人工智慧交易嘅疑慮咧，主要集中喺佢嘅用途、龐大開發嘅成本，以及消費者最終是否願意為這些服務付費。呢啲問題嘅答案將對於股市未來產生重大嘅影響。事實上，由首席全球策略師 Peter 領導嘅 BCA Research 編輯委員會最新報告標題就係納斯九回歸。佢哋主要結論係人工智慧熱潮咧已經消退㗎啦，而經濟活動咧亦都急劇放緩，幾乎同呢個網絡泡沫時期持平。鑑於人工智慧資產通常咧以每年20% 嘅速度折舊嘅，呢意味住超大規模嘅數據中心運營商每年將面臨400億美元嘅折舊費用，係超過佢哋2025年嘅總利潤。大部分公司出現嚴重嘅虧損。結論係人工智慧熱潮將喺2026年轉為衰退嘅。最新 Michael Burry 引用一幅追蹤美國家庭喺股票同埋房地產上嘅配置佔總資產淨值百分比嘅圖表，當中股票財富咧大幅攀升，最新更超過房地產嘅財富。佢認為呢種特殊交叉走勢乃危險嘅信號，可信度為數十年嚟咧最高嘅。前兩次發生呢種交叉時咧，隨後熊市持續數年。我認為呢個 AI 泡沫、賭局同埋騙局即將爆破㗎啦。於是喺2026年咧，將有數不清嘅 AI 公司破產同埋倒閉嘅，並將引致股災。每年呢個時間咧，我都要同大家講下各大機構對2026年黃金同白銀嘅預測。首先就係各機構對2026年黃金價格嘅預測。JP Morgan 中期約為4000美元，第四季平均可達到5055美元。私人銀行部門呢更睇好為5200至5300美元。公文就話年底約4900至5000美元。Bank of America 上望5000美元，平均約為4400美元喎。Morgan Stanley 中期約為4400至4500美元。HSBC 平均為4600美元，上半年可能達到5000美元。Deutsche Bank 平均為4450美元，交易範圍咧就喺3950至4950美元喎。跟住就係各機構對2026年白銀價格嘅預測啦。JP Morgan 全年平均為56美元，第四季咧達到58美元喎。Bank of America 平均為56.25美元，高點可能達到65美元。UBC 中期約為55至60美元。Citigroup 係40至70美元範圍喎。HSBC 平均約為44.5美元。WisdomTree 約為56美元。其他機構如高敏啦、EMP 基準為50至65美元。如極端情況下咧，可能達到100美元咁講。跟住就睇下啲壞消息喎。華爾街咧係睇好黃金嘅，但不要指望2025年飆升嘅勢頭咧會重現。摩根士丹利預測到2026年第四季度咧，黃金價格將達至4800美元。呢個固然係穩健嘅，但增長嘅速度咧遠不及今年近60% 嘅漲幅喎。該行預計咧，各國央行同埋 ETF 將放緩購債嘅步伐。聯儲局嘅降息同埋美元走弱咧，仍應能維持市場嘅動能。中國零售嘅需求、央行持續增持以及全球經濟增長擔憂，仍是利多嘅因素。咁白銀前景又如何呢？不太樂觀喎。摩根士丹利認為，白銀供應短缺將喺2025年達到高峰㗎啦。喺2026年，太陽板裝機量嘅下降可能會抑制工業嘅需求。分析師預測白銀漲幅將低於黃金。加拿大銀行 BOM 預計2026年第四季白銀均價為60美元，呢個將係年內最高價。BOM 銀行則預計全年白銀均價為56.3美元喎。另外，市場深資技術分析師則預警表示，自從2015年至2016年嘅低點以嚟咧，
嘅金銀價格飆升正接近其最後嘅階段，儘管未來幾個月咧價格可能進一步嘅攀升，但佢警告話金銀牛市或於2026年謝幕，呢個並不是新嘅一輪升勢嘅開始，好可能係個非常漫長週期嘅終點喎。2026年可能會呈現黃金版呢個長期週期嘅終結，並可能開啟另一場持續多年嘅熊市，咁大家信唔信呢？跟住咧，我就講我相信嘅分析啦。黃金今年咧史無前例飆升咗65%，令好多投資者同埋分析師措手不及。儘管黃金價格咧睇嚟可能好高啦，目前黃金價格喺$4300上方獲得新嘅支撐喎。一位投資組合經理仍然認為，2026年黃金市場咧醞釀着巨大嘅投資價值。黃金版基金嘅始創人兼投資組合經理 Eric 喺接受 Kitco News 訪問時表示，黃金仍然有望達到其長期目標$10,000喎。明年任何低於該水平嘅價格咧，都仍然係便宜嘅。隨着主權債務激增、赤字根深蒂固，以及長期債務殖利率喺不介入嘅情況下咧，越嚟越難以抑制。黃金不僅作為一種對沖通脹嘅工具，而且係作為一種替代貨幣嘅資產，正在重新崛起啦。從接近歷史最高嘅水平嘅美國財政赤字，到中國、日本同埋歐洲嘅刺激計劃，以及北約各國不斷增加國防嘅支出 ，Eric 表示，佢預計新年伊始貨幣政策將再次擴張。降息、殖利率曲線嘅控制或徹底嘅量化寬鬆政策都重新提上咗議程啦。佢話量化寬鬆政策即將嚟到，債務貨幣化將成為黃金價格主要驅動嘅因素。Eric 咧謹慎避免過度專注短期價格嘅目標，但佢對價格走勢嘅方向嘅信心咧卻十分明確喎。佢認為喺呢個2026年金價突破$5,000並不令人意外。從長遠嚟睇咧，如果貨幣擴張政策持續落去咧，金價達到$10,000咧，亦都極有可能。今年貴金屬價格咧表現亮眼喎，尤其是大家較為關注嘅黃金同埋白銀，今年咧相當強勢喎。不過明年能否延續呢個強勢咧，係應該選擇黃金抑或白銀呢？黃金價格今年屢創新高。近日現貨金價喺呢個$4,330附近徘徊，今年以嚟咧升超過60%㗎啦，創197年嚟咧最佳年度嘅升幅。展望2026年，分析師預計明年金價將達到$5,000。假如金價日後升至$5,500咧，黃金總存量價值將超過現時美國國債規模嘅38萬多億美元。將形成兩套勢均力敵嘅信用體系喎。換言之，估計黃金後市升幅係超過27%嘅，不過咧就遠低今年嘅升幅㗎啦。至於白銀方面，星期三17號現貨價升穿$66.5，今年升幅咧已超過1倍㗎啦。白銀價格上漲之後咧，金銀比已回落至大約65。呢個同支持黃金開始跑贏白銀之前嘅水平咧大致相若嘅。如果黃金價格持平，金銀比達到60咧，咁樣白銀價格大約係$72。如果該比率回到2011年極端嘅水平33咧，而黃金價格持平，則白銀價約為呢個$130喎。如果白銀價格上漲幅度如此之大咧，咁黃金價格咧係冇可能保持不變嘅。我嘅睇法就係，如果白銀價格邁向呢啲目標咧，黃金價亦都可能上漲喎。呢個意味住白銀價格需要上漲得更高，才能達到呢啲較低嘅比率。喺呢種情況下咧，白銀價將係$75，甚至$150。我認為到2026年，白銀仍然係魅力沒法擋。跟住咧，我哋再睇下支持白銀上升嘅原因喎。2022年西方實施制裁俄羅斯之後咧，印俄石油貿易額咧飆升至每年嘅500至600億美元喎，但俄羅斯拒絕以印度嘅盧比支付，因為盧比喺國際上不可兌換嘅。
因此印度咧轉移使用阿聯酋嘅 DRAM 同埋人民幣進行支付。俄羅斯將呢啲阿聯酋嘅 DRAM 兌換成人民幣，然後用人民幣從中國購買實體嘅白銀。呢個貿易機制咧係實際存在嘅。俄羅斯宣布每年用5億美元嘅白銀配額咧，亦都係真實存在嘅。白銀嘅供應短缺咧持續咗5年以上啦。新礦開採需要5到10年才能投產。同時，電動車、太陽能板、資料中心同埋人工智慧等領域咧，對白銀嘅需求正在爆炸式增長。呢樣嘅需求增長，亦都可能使白銀供應短缺嘅情況咧持續更長時間。唯一能平衡呢一切咧，只係價格啫。呢個係經濟學嘅基本法則。白銀正在從一種工業嘅金屬轉變為一種戰略儲備嘅資產。各國央行咧開始意識到呢一點啦。俄羅斯每年投入5億美元，沙地阿拉伯咧買咗 SLV 嘅股票，印度咧大幅降低進口關稅，中國喺2026年禁止白銀出口，除非有出口許可證。白銀將與黃金一起成為儲備嘅資產啦。呢啲嘅講法咧完全係正確嘅，所以金銀差咧將大幅下跌㗎啦。如果黃金價格喺2026年升至5000美元，用20:1嘅槓桿比例，白銀價格將為250美元。我覺得呢個分析咧可信性非常之大。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今年11月美國失業率已經達到 4.6%， 係2021年10月以嚟咧最高嘅紀錄。失業總人數約783萬人。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等機構嘅調查發現，約60% 受訪者對明年感到悲觀，更有超過一半嘅人認為美國經濟咧已經陷入衰退。經濟學家保羅亦都撰文指出，儘管還不能斷言美國經濟已陷入衰退，但部分數據已經呈現出衰退之前嘅特徵。華爾街機構投資者已經為2026年找到最令人擔憂嘅劇本，就係一場人工智慧驅動嘅科技股泡沫破裂，真係無獨有偶。前邊我亦都清楚指出，呢個人工智慧 AI 泡沫、賭局、騙局將喺2026年爆破㗎啦。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風險大增，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不透明嘅系統性風險，財政部又要大舉發債要維持財政狀況，信用卡逾期率超過15年嘅新高，汽車因斷供而被回收數量接近200萬輛，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點，近年通脹率越嚟越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增加。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呢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呢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2026年繼續減息多一次，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達到3至3.25厘。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我係根據2008年股災數據作推算嘅。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喺圖中嘅右上角同埋片尾，歡迎大家去睇下。片中我有解釋，我係如何推算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白銀會升至118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嘅，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